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根据全球马格尼签字人权问责法，分别公布了针对东突厥散最高官员以及公安厅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周四以涉及重大人权侵犯为由，将4名中国政府官员以及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列入制裁名单。被美国实行冻结资产制裁的分别是东突厥散党委书记程全国、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公安厅厅长王明山以及前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前面3人除了资产冻结外，未来也禁止入境美国。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在谈到制裁时说，美国决心利用其所有财务权力，追究那些应对东突厥散和世界其他地区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人。美国国务卿蓬佩欧表示，鉴于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的恐怖而系统的践踏，美国将拒绝这几位新疆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未来入境美国。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维吾尔自治区加快 5G 建设步伐，全区已累计完成建设3343个 5G 基站，其中乌鲁木齐市累计完成建设2379个，主城区已基本实现 5G 网络连片覆盖。中国当局已将东突厥散建成一个完整的警察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针对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各孜及其他民族的监视。中国的做法引起国际关注和批评。据报道，2019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3家电信企业累计投资 1.26 亿元，建成518个 5G 基站。今年计划投资 23.491亿元建设 5G 网络。报道称，从2019年开始建设起到目前，全区已经累计完成建设3343个 5G 基站。乌鲁木齐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全面提速，今年已经建成1861个 5G 基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欧8日对中国当局的批评指，美国已经成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有记者在周四提问，蓬佩欧7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政治制度、疫情应对等问题指责中国。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赵立坚回答说，一段时间来，蓬佩欧喋喋不休，炮制各种假新闻，对中国进行大肆抹黑攻击，挑拨其他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根深蒂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他续称，事实不容捏造，谎言重复1000遍也还是谎言。我们奉劝这位美国政客纠正错误，停止散播政治病毒，以免彻底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美国国务卿周三确认，美国将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蓬佩欧批评世卫是最无能的组织。蓬佩欧又指责中方没有向世界通报武汉病毒疫情情况，并隐瞒真相，还指中英早前的冲突是一场难以置信的侵略行动。美国国会当地时间9日获悉，美国国防部可能向日本出售150架 F-35战机，总价约231.1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在国防部批准这笔可能的军售后，向国会提交了告知书。防务安全合作局称，日本要求采购63架 F-35A 和42架 F-35B 战机，以及普惠公司生产的110台 F-135发动机。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被家人报警失踪后，尸体被找到。据韩联社报道的消息，警察局发表声明说，在城市北部地区发现了朴元淳的尸体。他在留下含义模糊、类似遗言的消息后离开了家。这一细节立刻引发外界猜测，朴元淳可能是自杀。韩国传媒报道，朴元淳失踪前一天，其前秘书周三向警方报案，指控朴元淳利用职务对他性骚扰，并表示还有很多受害者。